后来继续来看新北市的中和有一个骑士骑改装机车，互警察甲抓落来。警察要求开这个车厢啊，要来检查烟瘾，但是伊认为警方无搜索票，所以无爱配合。警察讲安尼爱开单哦，骑士呛讲要开就开，结果原警依照着法规，啪啦啪啦开出着一罐长长的罚单，都袂输是游乐场的彩券同款，搁顶到涂骹，总共是开出着6张，总罚款是16200块。这下这本地气压压的骑士，马上就消防拢硬去。落长的罚单，袂输是伫游戏场着彩票同款，严格防处罚的骑士笑袂出来。每张多少钱？这呢侪罚单签甲手会软，骑士怎讲免疫？严格无偌久进前，伊个正唱手，甲远景呛声。后视镜也不见了，然后这边。车头无目昆尼啊，大顶嘛经过改装，骑改装车去互远景拦查，严格防查落来这2个人真不满，认为远景在甲刁难。的话，我还说请你找个车厢开那个部分。可是开车厢不是要收索票吗？我是好奇问而已，因为现在需要吧？我现在是。那个意思是跟汽车一样，开引擎盖也要收索票咯。远景摕手机啊，为空棚内底翕奥特曼内底找违规的证据。代志发生伫昨日下晡3点多，新北市中和景平路，双方争到最后也是无结果。他们发动的理由是什么啊？我现在是用交通稽查，然后你的引擎的部分，然后通常车厢一打开，引擎这边动了什么东西，一目了然啊。可是如果打开是车厢，那不就是看我车厢吗？落尾远景嘛无硬要求要拍开，为外观判断违规疏失，拢总开6张罚单，包括无装目镜耳啊，应当讲无到红烫挂，该大顶部申请等等，总共罚款16000支。因为当下该位民众的引擎有改过，它是整个车厢挖空的，我们必须要打开它的车厢，就可以看到它的引擎。警方回应讲，当时除了看改装的状况，嘛爱检查敢有违禁品。对方记查了后，依法开单，就互对方离开。虽然无搜索票，不过都检查后做箱。严格改装车违规这条，也是得爱乖乖来罚单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